当这个到全国各地市场内底卖烟的老店，拢有真侪人伫排列，抑搁中华真无共款。因为大部分的民众毋是排列买烟啊，是排列买麻糍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看了你就知。大家穿高袖啊，排队排甲热热长，啊是伫咧排啥咧？今仔日是当做中华人，毋是伫咧排烟啊，是伫咧排麻糍啦。点完包麻糍，民众伊要来店面买一袋，搁一袋麻糍回去。因为像我是帮公司来买的，公司你要煮汤圆其实不方便。买麻糍的话，就是拜完就是可以分给员工大家一起吃。10分来买安尼。我感觉吼，更加久好食。有人透早7点就来排队，一排就是1点钟。不过伫咧当做传统的风俗，过去拢是买烟仔来食来拜拜。中华人煞感觉煮烟仔拜拜，都爱伫咧迄天食完，啊无看过暝，就变甲黏甜甜歹食。对小家庭来讲是一个负担，所以才会改买麻糍来拜拜。这样会大概多了1倍。麻糍跟汤圆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用糯米下去做的，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，就真正用麻薯来取代汤圆。麻糍含烟仔同款，食起来 Q 底底，拜刷上少过当放1-2天，才渐渐变做用麻糍代替烟仔，嘛加做中华人在地特殊风俗。当这排队中华拜麻糍，高雄烟仔老店为昨暝开始，生意就好甲变过。民众唔惊寒，市场路店门口真侪人要来啉一碗烧好的烟仔汤，而且到下晡啊，生意赶快抢滚。快8点来开。还是因为今天冬至，就是想说来这边吃汤圆嘛。QQQ 的烟仔，不管是做甜的，或者是食咸的，拢真着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